自始至終，在整個有形宇宙的歷史裏，廣大範圍的太空區域已經被現在成為者的集團佔據和殖民了。他們是以侵略的方式來接管一些新的太空區域。在過去的時間裏，這些侵略行為均有以下的共通點：一、絕大多數使用武力，經常使用核武或各種電子武器；二、通過使用電擊、藥物、催眠、清除記憶和植入虛假記憶或虛假資料來對入侵區域中的現在成為者進行意識控制，目的是企圖征服和奴役這些原住民。三、入侵者接管各種自然資源。四、對原住民進行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奴役。這些侵略活動仍然持續至今。所有地球上的現在成為者，也曾經是一名侵略者，或是被侵略者，或者曾經是兩者。在這個有形宇宙中，並沒有完全潔淨的聖人，只有極少數人能夠避免或豁免於現在成為者之間的紛爭之外。在這個非常時刻，地球上的現在成為者仍然是這個侵略行為中的犧牲者。這個對現在成為者進行清除轉世記憶的措施，是舊帝國細緻而周密的陷阱系統中的一個機制，用以防止現在成為者逃脫。這個意識控制活動是由舊帝國中一個地下秘密警察組織操縱的。為了不讓他們自己的政府、同領地和受害者察覺，他們會製造一些虛假的挑釁事件來掩護他們的行動。這些意識控制的方法是由舊帝國政府的精神科醫生所研發出來的。